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與樣式所造的特別存在。形象是承載神性情與秩序的外在結構，而樣式是這形象在生命中顯現的外在表達。氣息是從神而來的動力，使形象實際運作。當形象以結構被賜下時，氣息就推動這結構，使其連接於生命。人被立為能思想、能選擇並承擔責任的存在。這些功能被賜下，成為領受並執行神旨意的通道。形象不應停留在內在，乃要藉着氣息運作，在生命中顯明出來。當人認識神並信服他的旨意時，形象就活起來，並連接到結果子。樣式建立在形象之上，並成為那藉着氣息運作之形象所顯出的果子。當神的秩序在言語和行為中顯現時，樣式就具體地被顯明。人不應停留在單純的受造層面，而要被成全，成為成就神旨意的通道。